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月5日与中国外长王毅通话讨论乌克兰局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发表声明指出，布林肯5日与王毅就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预谋无端且无理的战争进行对话。布林肯意有所指地表示，全球都在关注哪些国家支持自由、自决与主权基本原则。自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军事攻击之后，中国有限保持距离，不愿加入国际对俄罗斯的制裁。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表示，破坏乌克兰军事基础设施的工作即将完成，但俄罗斯领导层目前没有计划在国内实施紧急状态。普京周六说，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等同宣战。普京说，俄罗斯要乌克兰去军事化、去纳粹化，并指乌克兰应该拥有中立身份。中国今年的国防支出预算将增加7.1%，高于去年的增幅和温和的经济增长预期。李克强在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国防预算为人民币1.45万亿元。与此同时，李克强希望通过增加军费，寻求维护其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李克强承诺将加强军事训练和战备。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鉴于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采取的军事行动，建议美国公民立即离开俄罗斯，同时也反对所有从美国前往俄罗斯的旅行。英国外交发展部发布公告，建议因非必要原因仍停留在俄罗斯的英国公民离开该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要求美国提供更多援助。美国参议员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表示，美国多位参议员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线上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迫切要求东欧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俄罗斯制造的飞机。以色列总理贝内特星期六前往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晤，讨论乌克兰战争问题。以色列是少数几个与乌俄双方都有良好关系的国家之一。据悉，以色列拒绝了乌克兰禁止俄罗斯媒体在以色列报道的请求。在总统普京4日签署俄罗斯议会通过的一项法律修正案，将俄国入侵乌克兰的独立报道定为刑事犯罪后，美国彭博社新闻社、CNN、英国 BBC 等西方媒体已经暂停其在俄罗斯的新闻业务。加拿大广播公司已宣布将暂停在俄罗斯的广播。德国媒体 ARD 和 ZDF 周六也宣布将暂停在俄罗斯的活动。